中华一个9岁小男童陪爸爸参加着马拉松的路跑，有一台修理车冲入去比赛道，把小男童弄死。老师讲，这个小男童个性活泼、有礼貌、真爱运动，参加卡球队，才拄啊摕到冠军，想袂到就安尼离开了。这车祸的原因要咧调查。 穿卡球衫、手掼大包小包，准备来到学校内底。其实中华二林马拉松招标步行区旅行车教室9岁囡仔兄，消息传单来到学校，老师学生拢真艰苦。他是我们4年级足球队县长杯一组比赛的冠军成员之一，是非常的不舍跟遗憾。老师讲到，这个爱运动姓陈的囡仔兄，伫咧厝内是大汉囝，摒扫学校门口，看到师长仍然真有礼貌，甲大家小姐问，活泼个鼓吹，发生车祸不幸过身。学校今仔日举办心理关怀，希望同学心情会当得到安慰。 根据了解，姓陈囡仔兄的爸爸是家具工厂的业者，嘛是学校家长会干部，对学校事务热心公益。昨透早，伊带学生参加二林马拉松招标，旅行车敢若无细哩，入去赛道内底弄死学生。伊和太太伫咧殡仪馆处理后事，对学生形容离开世间无法度接受。这2天还是比较忙，想法什么的都还没有讲。任何人都没办法去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，然后不能够接受一点，对，讯息量太大。 60岁甲人当时的旅行车驶行的驾驶，甲警察讲，当时车驶真慢，弄到人了后落车看，才知影有囡仔去弄到。伊嘛强调，无拄到路口有伫咧管制，检警会继续调查，到底是旅行车无细力，拢要去赛道内底，或者是主办单位无做好路口的高关措施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